有个山洞啊，要不要咱们今天就在这过夜呀？走啊！你让我睡外面啊？外面风大，多盖几片叶子，别冻着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山洞好软啊！三师娘，你睡这儿啊！哎呀，这个软硬程度最合适，还背风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睡这边，我睡这边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在这个时候睡着。喂，你们快点出来！你们在搬到我的嘴里啊！什么情况？地震了？不是，是我的心在跳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还有心谈恋爱啊？喂，快！我来保护你。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；金钱落地，人头不保。哎，别看你在唐药府里称王称霸的，站在你面前的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他可是来取你性命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大圣，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可好啊？没问题，齐天大圣来也！我操！这个时候你也睡得着？我看你不让睡，干嘛呀？喂，孙悟空，你为什么不还手啊？我还着呢。这贱人在那吵吵闹闹啊！孙悟空，哎，他是谁啊？怎么穿着你手下的衣服？这个问题现在还重要吗？快跑啊！不别跑！别跑！有话你别想跑！我说过了，再见到你，我得杀了你！哎呀，大家，青霞姐姐，你不要这么冲动，放过我吧。等等，你能认得出来是我？此刻，难道我不是紫霞的脸吗？当然啦。那你说我是谁？哎呀，青霞姐姐，你不要玩我了，你不要冲动啊，气大伤身啊！你在这里慢慢冷静一下，我们先走了。奇怪了，之前我还变成紫霞，难道是错觉吗？还是……哎，站住！不媚果，难道是因为他？他让你停就停啊？对呀。哎，你的手下怎么变成个女的？
这个说来话长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你说我听。没跟你说话呀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既然没什么的话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等，其实我离开你就是因为他。我？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你看什么看呢？没见过美女吗？柳叶眉，杏核眼，高鼻梁，樱桃嘴，杨柳细腰，纤纤素手。确实是个美人胚子啊。那当然。可你是这么肤浅的人吗？你只爱她的外在吗？是啊，我就是这么肤浅的人啊！你没听说过吗？男人都是视觉动物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我相信你不是，因为你说过只爱我一个人。那你真是听错了。你知道什么叫笨女人吗？啊，我说的不是你啊，是相信男人的女人。在遇到春30娘之前，我一直都在虚度光阴。少来！等等，你说这话是真心的？对呀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看到真诚了吗？青霞，你呢是个好姑娘，只可惜遇到了我。怪我，就怪我当日太傻太天真，信错了。孙悟空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们所有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跟我没关系啊！快跑啊！秋生不要跑！我为什么要救你？哇，你个香蕉又是你啊！什么？你让我看看，你和我徒弟长得好像啊！你是不是悟空啊？让我看一你眼。饶了我吧！你真的是悟空啊！悟空啊！师傅好想你。哎，你看你现在好帅呀！你终于进化了，你长得真的好像一只豪子。师傅好想你，你过来。师傅，原来他们是师徒。丹心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有没有喝酒？有没有吃肉啊？你知不知道师傅啊？哎，真行。师傅啊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的潇洒。师傅不潇洒，岁月不饶人呢。时间是把杀猪刀，师傅的皮都松了，你看。
哎呀，师傅，哎呦，又在给你叙旧。眼前这个姑娘有难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快去呀30娘不要怕，齐天大圣来救驾！师傅等我，我去救回。哇，一段时间不见，悟空真的长大了，都会主动去帮助别人。接下来我们两个一路向西，肯定可以造福很多黎民百姓。在下斧头帮帮主，外号玉面飞龙至尊宝。久闻春30娘大名，如雷贯耳。请问30娘驾临敝帮，有何贵干？我想在这儿逗留片刻。逗留片刻是多久2天3夜，也可能是30、50年。总之啊，我要等的那个人出现，才会离开。我怕你没那么长命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先问问我这帮兄弟。这帮吃里扒外没义气的家伙。你们以为跟他求饶，他就会放过你们吗？啊！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那么没有用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跟他拼了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既然他们肯跪下来求我，那么他们的性命就暂时寄存在我这儿。至于你嘛，你可真有骨气呀！孺子可教，让他们把脚底板洗干净，等我。脚底怎么有个疤？我这个不是疤，是泥巴。拖下去，洗干净，否则
把脚砍掉。我自己来，让他去洗脚吧。啊，让他洗澡？要洗澡，这么刺激啊！要洗澡，还要刺激，这个春三十娘心怀叵测。你小点声行不行？啊，我们作为山贼，怎么能怕一个女人呢？怎么回事？一只脚黑，一只脚白。干我们这行的，每天风吹日晒，有的时候还只晒一边。脱下去，给它磨皮。啊！要磨皮啊，要去皮，还要扒皮，太可怕了。洗干净了，再扒皮，难道是要吃了我？怎么脚上有只眼睛？这不是眼睛，是鸡眼。挖了。挖了。啊，要挖鸡眼，还要挖眼睛啊！这个女人简直就是蛇蝎心肠啊，帮主！帮主，虽然你做我们老大没有多久，但是我觉得我表示忠心的时候终于到了。你快跑，我掩护你。一日做老大，终身是你爸，我怎么能够放下你跟兄弟们独自开溜呢？是不是？帮主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占我便宜啊？你占我便宜就算了，啊，你居然还想扒着我的肉体，你摸什么呢？废物！要跑我不得拿点盘缠再跑。帮主，来不及了，你快跑，我掩护你啊！快走。行，帮主，我先走了。快走啊！再见。你是冲我来的，对不对？有病啊你！找死！我没病，你不要诬陷我。告诉你，我根本没想过要掩护我们帮主逃走，帮主也不会抛下我们这帮弟兄们的。我们帮主威风凛凛，气宇轩昂，要走也只能是从大门走。好，我愿意为兄弟们而死，我也死而无憾。我怎么会扔下我的兄弟们不管呢？帮主，说得好，我会记得给你烧纸的。你想去哪儿啊？你有什么好心虚的？为什么不让我检查？你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想跑。想跑？不要这样，我求求你，不行！我这么多兄弟在那看着我，你让我一个做老大的以后该怎么混？我求求你了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回房间吧。想什么呢你？来吧。神经病！你怎么这么多毛啊？我天生就这样，哪儿都毛多。你是不是要都看一遍？哼！你还想让我看哪儿啊？我开玩笑的，其实我只是头跟脚底板用毛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刚才的服务，给我来个全套一条龙的。
我不要刺激，我不要扒皮，我不要挖眼睛没想到春三师娘是一个这么体贴的人，洗脚底板、磨皮、挖鸡眼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服务，是吧？干嘛要搞得这么严肃，大煞风景？真正的服务才刚刚开始呢。是吗？救命啊！来人啊！走火了！他的脚底板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想知道我脚底板有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那么冲动，行不行？那个臭猴子有金刚不坏之身，看来火了他没有用。虽然我玉树临风，但是我也是人，你知道吗？没道理呀！不可能啊！再来，排山倒海！果真不是那个孙悟空，浪费老娘的时间。从今天起，我要你们不分昼夜去查看经过这里的人。查什么？查他们的脚底板。如果发现有3颗痣的人，立刻通知我。看什么看？戳瞎你们！快走！这个藏妖洞太可怕了，这么久都找不到出口啊！你说我们会不会是方向搞错了呀？这条路没错的，跟我走吧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的小蜘蛛们走不出去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彼此生命中见到的最后一个人。不过呢，我一点都不觉得遗憾。既然我们这段关系这么特殊，不如你让我亲一下。哎呀，我终于走出来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我们终于出来了。对啊，我们不用死了。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，其实能跟你一起活着，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。哎呀，既然大家今天这么的开心，不如你让我亲一下。放开我！不行，我不可以这样。
你在这里啊？怎么了，三师娘？哇，新做的指甲呀，真是有型又有品啊！就是长了那么一点点呢。别碰它，它可没长眼睛。啊！哎，我错了！你错哪儿了？我错错在你不应该救我。如果你不救我，我就不会杀你。杀我？你干嘛要杀我？杀我先给我理由先啊！因为唐僧，唐僧那只死苍蝇啊！他不是苍蝇，他是我的恩公。啊！虽然我是妖，可是我也知道知恩图报。他救了我，而你却害了他，我就要替他报仇！哎，等，谁说我害了他了？他告诉你的？对啊。这只死苍蝇，这个活着欺负我，死了还……啊，不对，杀了我还黑我。此草不报非君子啊！我去报个仇啊！你没机会了！站住！想逃是吗？没有啊。说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他原来是我师傅，这个事情你知道吧？嗯，知道。你说师徒这种事情是不是和谈恋爱是一样的？必须要你情我愿，情投意合，这个强扭的瓜是不甜的哈。可是这个可恶的唐僧，他看着我骨骼清奇，天资聪颖，就硬拉住我遁入空门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在他墙壁之下跟着他走。而我呢，尘缘未了，不想跟他走，所以我就逃走了。你说这个事情我有错吗？没错吧？前些日子你看到他了，他见到我多么高兴，多么兴奋，爱我爱到要死啊！如果他真的那么恨我的话，为什么不一刀捅死我呢？你仔细的想一想这个逻辑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骗你我就不姓孙，但是我不恨他，反而我要感谢他，因为他，我才遇到了要杀我的你。你看看你，连杀个人都这么美。能死在你的手上是我的荣幸。来吧，杀了我吧，杀死我吧，动手吧！你放手！来，你别冲动！你来，放手！来，放开！满足你的心愿吧！动手就杀了我！来啊！青霞，让你放过我吧！哎，我是紫霞。嗯。哎呀妈呀，是你啊！是不是我姐姐跟过来了？哎呀，我一时大意，他人呢？他有没有发现我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能活着就不错了，好吗？哎，你刚才干嘛去了你？我刚才太困了，我打着打就昏过去了。结果我一醒过来，你们两个就都不在了，就费好长时间才找到你。不过啊，我现在法力不足，没有办法维持那个书童幻象，我怕万一解释不清楚，所以啊，就先把你打昏了。哦，没想到这个时候你还是蛮关心我的嘛。谁关心你呀？我关心我们的交易而已。哦，那就是关心孙悟空喽。哎呀，真是羡慕他呀，好心呐！你对他还是真心一片哦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待会儿等他醒过来，我还得赶紧想个办法变样子呢。哎呀，这个不行啊！且不说啊，你现在受伤了，没有办法维持幻化。假如你姐姐追过来了，你现在打不过她，我肯定不是她对手啊。到时候如果我死了，就没有人帮你找孙悟空了哟。你说的好像有道理，是吧？很有道理吧？所以现在呢，不如啊，你找一个环境优美又安静的地方，好好的疗一疗伤。等你的修为恢复之后呢，你再过来找我吗？也好。仙子慢走哦。
我警告你，休想耍花样甩掉我！就2个大字我也不敢的。等你伤养好了，一定要来找我呀！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。好吧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。拜拜，小猴子。咱们也各走各的吧。虽然你是个美人啊，可杀我的美人有1个就够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刚刚有句话忘了跟你说。什么？你说你羡慕孙悟空与我真心相对。对啊。其实你也可以的，但首先你得有颗真心，不能再那么混蛋了。啊。哦。走了。哎呀，他不会暗中跟踪我吧？这要是被青霞找到，我就死定了。春30娘，30娘，10娘，别叫我娘。哎呀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当然在这儿啊！你都昏倒了，我能走吗？哎呀，你看看你啊，一定是疲劳过度，所以睡着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不如啊，我带你离开这个藏妖峰，我们找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，好好的休养一下吧。你明知道我要杀你，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我的这条命啊，早就寄存在你手里了。如果你想要，随时拿去。拉我起来！哦。哎呀，你可别后悔啊！啊，怎么会后悔呢？看什么呢？啊，这是我们共同回忆的地方，我当然多看2眼了。我们快走吧。哎，你又干嘛？哎呀，经历过生死之后，我不能再失去了。哎，放手！哎，放开！哎呀，你干嘛？你放开！走开啊！哎呀！查了整整1天，根本就没有查到脚底板有3颗痣的人。这个春30娘不是耍我们吧？我让你查你就查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是不是想我死，然后坐我的位置？帮主，我猪八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啊！只是见到帮主这样的盖世英雄，被一个小女子如此欺凌，弄得衣不蔽体，如同被强暴了一般，实在是于心不忍啊！你怎么了？啊？你会这么多4个字的成语，你别当山贼了，去做状元。不是没有想过。我觉得吧，你说的也有点道理。我再也不能容忍这个春30娘在我们这些男人的头上动土了，是不是？有道理。没错。帮主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办？至尊宝加强版2.0迷药，不信你就死。这次还不被春30娘整死？帮主，这是好计谋啊！这次一定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有道理呀！你觉得好是吗？你行你上。帮主为何要如此客气？不是我想跪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呀，帮主的气伤却越来越严重了。我的手也啊！
干嘛呢？问你话呢，说话呀！你找到那个给你3颗痣的人了吗？3颗痣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让我找3颗痣啊？找到他，你就可以救他。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？我在哪儿呢？现在，这到底是哪儿啊？师妹，又是在做梦。肯定是那个贱人给被干掉。叫你们平常注意打扫卫生，现在养出来的蜘蛛比我都大。救命！我一点都不好吃，你可不可以放我啊？我的肉特别的难吃。来人了！帮主，我来救你了，帮主！救命啊！帮主，我来救你！帮主，你没事吧？帮主，我救到帮主了！帮主，你安全了，帮主。
了，帮主！二当家靠什么东西？二当家被我蜘蛛踢跑了，还不快去你！烧到脑袋！看着屁股！这小的。怕了吧？别跑啊！别慌，听我说，蜘蛛最怕火了，我们烧死它。我是帮主，你烧我干什么？别打！别打！是帮主的声音！快躺下，我来救你！是别烧我！不是我。行啊，你想杀了我，然后当老大是不是？帮主，你七伤拳好嘞！我的七伤拳真的好了。是啊，帮主，这叫以毒攻毒。我也是为了你早日康复啊。算你嘴甜。不用谢我。春30娘呢？帮主，那个春30娘原来是个蜘蛛精哎，刚才那个大蜘蛛就是她变的。是吗？那大蜘蛛啊？这玩笑太好笑了！我告诉你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去！这么狠？行啊，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在骗我。行，谁如果能去给我把春30娘杀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五岳山斧头帮二当家的位置就给谁坐。行，我自己去。反正我现在七伤拳也好了，天下无敌。帮主那边。我知道。哎，二当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嗯，我会出这么多血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难道已经死了？死了？
春30娘死了，当然是帮主死了啊！这儿虽然算不上什么山清水秀，但也别有一番风味。两位姑娘如果住在这儿的话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爱上这里的。那在下先告辞了，晚安。是不是妖精啊？妖啊，非常的妖，弄得我的心蹦蹦蹦的直跳。帮主请留步。有什么事儿吗，晶晶姑娘？师姐说呢，帮主是大仁大义，侠中之侠，能交到像帮主这样的朋友，可真的是我们的荣幸。今天白天的事情，也请各位兄弟们都不要太介意啊。怎么会介意呢，晶晶姑娘？有你跟春30娘这样的美女住在我们这儿，那当然是我们的荣幸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就好。这位姑娘是我的菜呀。帮主，你肯定是被她们的美色所一时迷惑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是真爱。就算再过500年，我相信我也一定会喜欢她的。干嘛把自己包成这样子啊？因为我英俊的相貌只能为你一个人展现。这猴子难道是转性了？哎呀，此地人多眼杂，我是小心点比较好。要是被青霞发现，那就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哎，小春春啊，你累不累啊？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。好啊。你不热啊？废话。二位客官，房间热水已经准备好了，吃完饭就可以上楼歇歇了。好，不用找了。谢谢。二位客官真是清新脱俗，贵气非凡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不知可否明示高姓大名？也让这小店沾着二位的光啊。桃花过。哎呀，我们就是普通夫妻，他呢叫桃花，我叫过关。二位真是郎才女貌，般配的很呐。那不打扰了，二位请慢用。干嘛要骗人啊？干嘛要隐瞒自己真实身份？我春30娘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没有什么好机会。唉，没办法呀。曾经我有多大的努力去得到这个名号，现在我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放下它呀。为什么？废话，万一我的行踪暴露出去，警察追查过来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说呀！因为啊，我要放弃原来的我，给你个全新的自我。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其实这么看他的样子，也是小鲜肉一枚呀。等等，我在想什么？小春春啊，你知道吗？刚才这颗小花生呢，有一个小苍蝇刚刚爬过，我猜你一定喜欢啊。你还是自己吃吧。我呢，喜欢直接一点。哪儿啊？我家。
花果山呢？请你吃的。小李，原来不是你呀。找到你一生所爱的人，打算跟他干什么？我想跟他去最美的地方，看最美的风景。花果山是很美的。嗯，我会带他来这里的。水帘洞。这下就不用怕被姐姐追杀了。盘丝洞，这个名字蛮好听的。哼。我真是神经病，青霞怎么会藏在这里？你在找什么呀？我在找你呀！你少来！我会在那儿吗？撒谎不能！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一直在找啊。你又想骗我？哼！我看你是在躲什么人。事到如今，既然你发现了，我也不想再隐瞒你了。其实那天从藏妖峰离开之后，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，有一个人让我一直忘不了，我感觉他的身影就在这附近。我就知道，又是一个女人。不是女人，是我的那个手下。当时场面那么混乱，我猜他一定死在半妖的手下。想他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如今却尸骨无存。作为老大的我，当然心怀愧疚，所以我感觉他一定阴魂不散，一直跟着我，就在这附近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手下的魂魄一直跟着你？对。这样吧，帮他做个超度，超度之后他就可以投胎转世，就不会跟着你了。哎，这样也是不好，毕竟我们主仆一场，我也不想再也见不到他。拜托，如果做法事能送走青霞的话，我早就念1万字经了，好吗？想不到他还有如此有情有义的一面，刚刚我错怪他了。夏晨晨，这边还挺热闹的。那当然。那只小猪好可爱。哎，可爱呀，像我呀。你像什么猪啊？你是只猴子。不好，是青霞，快帮我挡一挡先。你没事吧？
素公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为了，请记住，不管何时何地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藏妖峰的蟾蜍，小客栈的花盆儿，有人疼爱的感觉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我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还好不是青霞，太吓唬人了，此地不能再待了。哎，小春春啊，不如明天我们换一个地方吧。你刚刚跟我说的话，都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没有一句假话。要不然，如果你喜欢这儿的话，我也愿意一起陪你留下来。不，我们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小春春，你要带我来的地方是墓地啊？这是要跟我一起死啊！想我春30娘纵横情场，阅人无数，但是你呀，却是我带回家的第一个男人。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个。这个眼神怎么这么熟悉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从今以后就是我的了。没错，就是这种眼神。Oh my god， 他真的爱上我了，情意绵绵，欲罢不能。但是这样发展下去，往后就是无穷无尽的要求和因为失望而带来的恨意呀。What I gotta do？ 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回家？哪能啊，小春春，这个呢是我这辈子最愿意的事情。可是你刚刚脸上明明写着不愿意。幸福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，我要缓一缓。那我们就回家那个慢慢缓吧。喂，哎，小春春，小春春的。请吧。我的小春春啊，这个毕竟还是你的家嘛，不然你先请吧。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是怕黑吧？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再隐瞒你了，我必须实话告诉你，其实我有幽闭空间恐惧症。什么症？我知道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应该有勇气、有担当，应该为你遮风挡雨，给你一个完美的好事。可是我恨呐，我恨我自己没用，我恨我自己攻克不了自己的心魔。我只要一看到黑暗狭窄的地方，就会控制不住的，心慌、气短、四肢哆嗦，无法呼吸。猴子！呀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奇怪的毛病啊。那我是不是把家变大、变亮，问题就解决了呢 ？Good idea。什么意思？好主意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去就回啊。等我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前有青霞，后有春30娘呀，真是流年不利啊！哎呀，也不是他的地盘，不知道能不能跑出去。要是能找个什么地方躲躲就好了。
姑娘摘的花很美，但若有芳草的陪伴，那就更加的完美了。你是谁啊？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哎，在下只是匆匆一个过客。哎，看姑娘在这山里摘花，说明姑娘对这个山很熟了。那当然了，我家就住这附近啊。啊，实不相瞒啊，我在这山林中迷路了，现在又累又渴，不知道能不能到姑娘家去歇一歇脚呢？你要去我家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姑娘，我实在是太无礼了，怎么能初次见面就提这种要求呢？我还是自己走了算了。哎，我可以带你去，不过我担心你会害怕。不怕不怕，怎么会怕呢？没有人比捉目的更可怕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没什么，姑娘人美心善，不知道方姓大名呢？白晶晶。好听。晶晶姑娘，请问你家住哪里啊？你看，这就到了。什么？你家也住这里啊？也啊？对啊，我家就住这儿啊。晶晶，姐姐。姐姐。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你臭猴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四处找你，找不到你啊。其实你怎么跟我妹妹在一起啊？姐姐，你们认识啊？这个人刚刚在林子里迷了路，说要到咱们家里来休息一下。哎呀呀呀！其实呢，刚才啊，我是去熟悉山形了，没想到这里山路纵横，隐蔽清幽，不出所料我就迷路了。幸好这位晶晶姑娘，所以呢，我才请她带我回家来的。原来你知道我住在这里，所以你是故意让我带你来的啦？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妹妹住在这儿啊？你告诉我的吗？你不记得了？你跟我说过你有一个妹妹叫白晶晶啊。真的？姐姐你提过我呀？姐姐你这一去不回，我还担心你把我这个妹妹给忘了呢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们俩姐妹情深，我怎么会忘了你这个妹妹呢？哦，原来你不是路人，而是客人啊！哎，姐姐你快告诉我，他到底是谁啊？是孙悟空。孙悟空？当初姐姐离开古墓，不就是为了杀了他吗？原来是这样子的啦。很多事情呢，你就想象不出来啦。你跟这个猴子呢，我们两个人就不打不相识了，所以我们两个人现在准备嫁给我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想让你轻易暴露我们的关系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向你隆重求婚。到时候，你就可以向那亲人、朋友、同学们正式介绍我是你的夫君了。夫君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不能让我知道？我跟你姐姐呀，不打不相识，所以我们就成为朋友了。你姐姐说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，想给你个 surprise， 所以才没告诉你吗？